风台三过第一关伫花莲台东灾情嘛是真严重，台东的市区有真侪树仔倒去，后园是如苍苍，甚至更有2班火车因为树机器交着电线无法度驶，淹伫花莲雨水是真惊人，东门村也阁有树风乡拢发生水崩线。 大量的水流拼落来，花莲的南海水墙原本平常时也是细港的漏水，因为山区大雨，即马变作雨水墙真壮观。海龟风台带来大雨，真大的水量煞也造成灾害。山壁土石崩落，涂骹拢是落高梅，因为连2天落雨，通往秀里乡东门村的丰信道路的边部发生土石流阻断道路，乡公所全力抢修，先维持单向通车。我们怕同门村，会变成孤岛。 所以我们现在马上抢救，直接灌进去。对呀、那道路发生土石流，地受风也有真侪徛家遭到大量土石侵蚀，出来拢是石头土沙，外口的土石沙也到对角底的半层楼悬，甚至徛家门口也互土石踢到，前一天有风声体力的居民登去厝的一看，拢讲去。哇，整个都淹的房子啊！这边是你们原来的住宅？对，我住这里。 受先影响的台东同款灾害侪受到强风影响，台东航空站400公尺的跑道围篱，规个拢风吹害。航空站外的大树也风吹倒，有计爱1礼拜才当完全复原。台东市区夜4月拢是落树倒去，真侪台停伫树骹的汽车拢互大树地歹去，清洁真悬，透明无用的清理。受灾严重的也阁有登陆点的东河、太原国中，航园河强风扫过图书馆的大门风吹破。 厝顶掀开太阳能板落伫涂骹，损失估计就10万。办公室还有球场，这个球场如果重新整理，应该也要花几百万。伫南海公路武路到二流段是出现严重的路基流失，挖20公尺，有计测试才会当抢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